国在联合国大会的场面以宗教自由为题举办讨论会，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主持会议，邀请到被监禁的新疆维吾尔人伊林哈木的女儿担任重量级讲者。蓬佩奥跟对现场观众介绍久尔伊林哈木的父亲是位维吾尔民族学者，现正在监狱服无期徒刑。久尔伊林哈木说，北京认为伊斯兰教是需要治疗的疾病，在中国做一个维吾尔族就是犯罪。我的父亲伊林哈木托合提是著名的经济学家和知识分子，他从不支持分裂主义，但是他现在在监狱中，因为他选择为言论自由和信仰自由而发言。当东突厥斯坦维吾尔族人被中国的铁拳镇压时，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的著名的国父塔庆祝了中国的国庆日。土耳其首都安卡拉著名的标识建筑国父塔23日夜亮灯，使用中土两种语言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驻伊斯坦布尔总领馆在伊斯坦布尔博蒙阿提达文化中心举办中国日活动。中国驻伊斯坦布尔总领事崔总在开幕致辞中表示，中土都有悠久历史，虽相距万里，但都直跟东方文化心相近。东突厥斯坦新闻中心主任卡拉卡什在一份声明中严厉批评土耳其当局庆祝中国的国庆日。他说，虽然明明知道中国对东突厥斯坦人的残酷打压，有关当局为了自己的利益保持沉默，甚至支持中国对维吾尔人的非人道罪行。中国和土耳其人心相近，相反，我们被占领是因为我们养活了来到东突厥斯坦的可怜的中国人。要了解中国的阴险计划，有必要看一下东突厥斯坦的近代历史。我反对中国的阴险政策，敦促我所有的兄弟保持警惕和谨慎。在联合国大会期间，美国周二带领多个国家谴责中国在东突厥斯坦对穆斯林的可怕镇压活动。沙利文在会上指出，美国受到了新疆拘留营中存在死亡、强迫劳动、酷刑以及其他残忍的、不人道的或有如人格行为的可靠消息。沙利文说，联合国成员国有责任确保这个世界机构能够密切检测中国侵犯人权的行为。人权机构估计，至少有100万维吾尔穆斯林和其他少数民族穆斯林被拘留在东突厥斯坦的集中营接受政治教化。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周二与民主党议员召开会议后，宣布要对总统特朗普发动弹劾调查。特朗普在7月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了电话，要求其对美国前副总统、民主党总统、竞选领先者拜登之子是否有利益纠葛进行调查。佩洛西为首的民主党指责特朗普的行为是通过寻求外国势力帮助来谋取自己的政治利益，已经背叛了其就职誓言，背叛了国家安全，同时也背弃选举的诚实原则。佩洛西还掷地有声地说，特朗普必须承担责任，没有人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第74届联合国大会上发言。周二的联合国大会演讲期间，总统埃尔多安晒出了以色列建国至今的领土变化图，质疑其是否会进一步吞并巴勒斯坦领土。埃尔多安称自己非常好奇，以色列的领土从哪里开始到哪里结束，是否还有一条我们不知道的边境。另一方面，约旦国王阿卜杜拉2世强调，约旦和埃及是该地区与以色列实现和平的仅有的2个阿拉伯国家，并警告说，以色列吞并西岸将对其与埃及和约旦的关系产生重大影响。